喺桃园芦竹区表下嘅行嘅成立桃园幼幼养人工宿舍，总共有7栋建筑。2013年向公所售嘅片嘅治安唔好，打算要提拆下，要起一草运动中心，引起当地居民发起抢救老鼠嘅老屋嘅一行动。居民认为都市开发到安厉害，绿铁路行过重要嘅，故所伊能够联署去当时嘅县政府澄清嘅哑巴。一直到今年3月的，得到桃园市长蔡文灿讲要全期保留嘅形式，居民能够安心嘅，也认真是得保留下来嘅。由当地居民整嘅南崁文化协会，路办嘅几多嘅主题工作坊、座谈会，11月的还办嘅南崁老屋生活节，有民众共下来讨论规划，也各栋嘅建筑安排是点样嚟做。天公那落水哟。有好听嘅音乐声，又含有按当日嘻嘻哈哈嘅听众声，韩国时时弹嚟主人嘅喊卖声。百年嘅合作石头，一到南崁嘅都对亚空地方，又搭配主题有老鼠嘅，还有一栋结合实用式、日本式、台湾美式嘅老屋嘅。又搭配头摆其实係求生啲育幼院，咪就係女政府兒童之家員工嘅宿舍，下後並到解放。35年的时候，那时候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所设立的第一间，叫做儿童保育院，它有特别从大陆请来一位张雪门院长担任院长，然后这位张雪门先生，他当初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儿童教育的部分，因为有这位张雪门先生，所以我们台湾的幼儿教育其实是才能够跟得上现在国际的一些进步的一个潮流。唐家条安尼讲，对台湾幼教嘅发展历史就加定位了解。不过1999年并去韩国後，就談講實措成治安問題。嗰所舊時嘅芦竹鄉公所就想為老也延期改建做運動中心。這邊我剛入住這個社區哈，大概這邊都是封起來，那封起來也有多少耳聞啊？裡面很髒亂，也有不良青少年好像在這邊聚集，好，那也有發現一些什麼類似針筒啊什麼這樣，垃圾堆滿堆這樣，所以那時候居民都擔心說會不會有治安的死角、環境衛生的一些惡化這樣。不過南崁人對上位老爺蘇拿點點嘅延期拆拆都唔判得，2023年發起愛搶救。一直到今年3月的，桃園市長蔡文燦應承全期愛保留下來。由蔡天兒正嘅南崁文化協會就開嘅幾下場座談會工作坊，經過專家同居民共同討論延期未來嘅方向。11月的未辦嘅南崁老屋生活節，頭一擺開放延期，本人去參觀，大家都動聽。我喺呢也差唔多有10年咯。我剛來家下也係封閉的起來的，就想講哇，這麼棒的，按照書用模擬來處理一件事情。經過多年，按照熱心的朋友全部出來聽書以後，終於可以開放做那地方，開放出來。我覺得很興奮，對，因為其實之前圍起來啊，大家都會好奇裡面到底是什麼樣子，然後裡面為什麼會這樣子破破舊舊的，然後一方面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然後一方面敞開了之後，我們就可以打破我們的好奇心，然後甚至是進來，然後發表一些我們的想法。雖然市長應承愛全期保留，不過今年9月24日，市政府公告南崁地區都市變更計劃書當中，居民發現土地使用管制優點有講到，未來體育用地變更做公園用地，會有15%減比例嘅限制，咪就係講做唔得去太多屋啥。一條居民將本單市長應承嘅全期7棟建築為保留，為做唔到，故所深夜大家下去市政府澄清抗議。里面写的东西非常的模糊，让我们担心说，为什么我们整块园区已经被承诺要全区保留，还要提到建蔽率的问题，然后还要提到建蔽率什么15%，就很担心说，是不是代表这个园区留下来没办法符合我们居民的要求？15%的建蔽率一般是我们新辟公园征收私有地的情况才有这样的一个限制。那我们因为是属于公有地那
它的整个的建筑我们也指定为历史建筑或者是古迹。好，那这个是可以透过维修的方式，让它继续原来的使用。好，所以这个没有受到这个建蔽率占15%的限制。都发局讲，为了内政部儿童之家集体完整保留下来，是市政府的目标。嗰所机密唔是按少，文化局每当地嘅规划，运用嘅好好利用。不过对于保留下来，运用嘅将克服喺度机密需求。南崁文化协会第生发节日日，用土蛋发通嘅方式，邀请民众抢下来免困啊。当然，这个门也很有 feel， 就是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文化协会进来的时候门就长这样。好，那我们就把它推进去了。好，小朋友可以进来看。对，门的高度不高，这是很传统的房子这样子，嘿，就很复古啊，然后觉得可以跟就是一些台北一些文化保留下来，然后做成园区啊，或者是活动，像那个户外活动表演就很好。我还蛮希望这边可以延续这块土地的记忆啊。如果这个区域它可以保留它之前的历史，比如说这边是以前育幼院的宿舍，那它其实比如说它也可以开放成公共空间，就比公园还来得好。因为如果是公共空间，它可以做很多复合式的经营，对，然后小孩就可以比较了解说这以前是哪里，以前做什么用的。大邦吉下拜探討發通南崁文化協會同機密希望亞集集體為家業困古老人家、勇士家庭、教育同語文創作亞條功能，將涵蓋克服才體嘅成分。那目前我们其实协会这边也是面临到一个场地上面的需求，让我们提供他弱势儿少的课后照顾的话，会是一个很棒的结合。老树，然后自然的环境，小孩子真的不太适合被关在高楼大厦里面太久，都闷住了。直到呢啲台灣應該要開始來思考，有乜嘅東西係應該要保留下來，保留本呢有嘅嗰種具象的嘅建議一樣，落入去一個方式，寫一個寫歷史咩一個方式，寫古咩一個方式。不過呢種嘅歷史文化嘅一個保留，係是都係挺重要的事情。例如說，小孩子可能可以共學，青年人可以共同創業的一個工作空間。那老人家因為他們很多都是自己一個人，然後煮東西、吃東西都是自己孤單一個人吃，所以我們會很希望說，這邊其實也可以有一些老人食堂，對，就是小孩子跟青年還有老人都是一個可以交流的一個空間，這樣子。啲老鼠位下老木樹，大家老海物脱鐵，嘈到天涯下景色見過，還有銀河好用書。大家啲具體保留嘅工程動作，為前出大家為幾多弄死杜空嘅東西，未希望高甜甜嘅大樓同風母內建築包定嘅一搭都市用地，會有新嘅價值。